呢邊應取勝起腳喎。近時間唔同，丹尼爾放到上嚟，應取勝又係3-40碼嘅球啊，斷射啊咁樣。啲回後呢個波咧就好靠力水啊！嘅你都係想突破到住，呀好搏啊！快抌啦，睇下個個都彈啊！揾阿鄭子生嗰邊，一路啄又係啄贏下應取勝，然之後接過嚟左手邊慢啲。古斯打翻出嚟，應取勝捉到上嚟，呢度佔咗個先機喎，安正，但攞完第一下咧，應取勝已經有咗球員之間對佢有個幾唔錯嘅評價，好做。落埋底線，今次就終於有收穫啦！好搬龍，應取勝，都要賺下捱力喎，拖上去，咁啊林怡睇點樣跳？即係當然啦，即係足球史上世界球壇都好多好有令人深刻嘅專業表演嘅門將啦。睇翻呢件事，黐翻落嚟，呢個再大咗，應取勝。第一時間就俾文素基再拖到俾華倫呢度，入埋去搞掂㗎咯喎！好啊，中間希要同阿啫喱就短兵相接一下。佢先到嘅射門，最後過唔到保羅，呢個打入季哥都幾穩陣。同一類型嘅球員，啱啱打咗個手勢嘅，勁就係啊，都幾似啊真係。變身但係攞唔順嘅，第一板攞唔到。好啦，呢邊反俾翻人喎。呢邊應取勝起腳喎！即係我話，最緊要。左手邊，潘奴整到上呢係三球面最弱嗰球啦，文素基加多頭會唔會搞嚟可以頂前，應取勝我對自己有，頂翻前動作，點解你俾我黃牌佢有咁嘅動作唔一致啊？好啦，呢個波請出嚟靚㗎，頂檔，小心啊！應取勝，對對方高大嘅中堅咧，佢係冇乜着數。佢哋呢個充分展示咗嗰種叫鯰魚效應啦，即係咧佢等入嚟，阿波斯達。